1980年2月7日，北回铁路通车典礼伫花莲新站举行。各位观众，北回铁路的通车，不但是我国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，更是我们台湾东部地区民众最兴奋的一件事了。北回铁路用6年的时间开新台票73亿，全长82公里300公尺，台北到花莲开车仅需要3点钟14分钟。1998年2月7日，长期路新路6造桥兴盛解决偏远地区交通问题，加入兴盛团老团长何明德，因为得着肝病离开人世。享年77岁的何明德担任嘉义行善团团长有28年，建造的桥梁多达230座。他的善行也让他在84年获颁菲律宾麦格赛赛社区领导奖。何明德老团长点点咧做善事，透过造桥铺路造福乡里，伊的义行感动社会大众，嘛吸引更较侪热心人士投入公益活动。